跑马射箭第1名。阿里代表团丹增洛追。速度赛马3000米第1名。拉萨代表团普布多吉。18年取得了什么成绩？18年是一个跑马的2等奖。2等奖。跑马是哈达的。是哈达。然后今天是跑马射箭的。对。1等奖。对。那你觉得就是你感觉自己发挥的怎么样的？我今天算是超发挥。超常发挥。对。现在备赛你是用了多长时间？备赛我们都是在平常中训练，然后也每个月都有次演，然后备赛。就为了这次全运会的？不只是，我们是为了明年的那个全国运动会。抖音。